智力評估 IQ assessment 啦，其實就係主要俾我哋一啲4歲或以上嘅學童咧嘅一個智力嘅測試嚟嘅。我哋咧會利用標準化嘅智力量表啦，去測試咧學童嘅一個智力能力。咁咧包括咗佢嘅語言理解啊，佢一啲嘅工作記憶啊，佢一啲推理能力啊，佢一啲處理速度等等啦。咁咧去全面咧去了解小朋友嘅智力嘅水平嘅喎。咁咧我哋咧目標咧其實想去分辨到咧有啲學童咧可能喺智力上面咧可能受限嘅喎，所以佢本身能力上咧可能成日都會比較學業比較慢啊，盡快去識別到呢啲小朋友咧，可能咧會轉介翻去一啲特殊教育嘅需要嘅學校喎，又或者呢一啲學童咧可能天生比較資優嘅喎，特別比較叻嘅小朋友咧，學嘢特別快嘅喎，我哋都盡早咧都識別到呢啲學童咧，可能做一啲資優教育嘅規劃啊，咁咧盡早咧就會識別到佢哋出嚟喎。全邁進係你嘅情緒出口。